日團經節90家，除了個簽人數31節，喺亞計字五無反對上帝交出切家嘅真理，五無反對上帝交出切家嘅命令，五無無神上帝提上切家嘅。做咩呢？因為上帝嘅命令、上帝嘅真理，熱天帶切家去得到最好嘅恩典。但是家得到平安快樂順利。嗱，呢個簽人數32節咁樣講到，因為上帝救切家要責愛，上帝錫切家係講切家係聽家嘅命令，聽家嘅真理，佢錫切家，像日責爸爸錫家嘅子女一樣，上帝要個錫切家。係講切家要聽一個真理，聽一個命令嚟行呢個社會，行呢個世界。熱天要照顧切家，要保佑切家，要牽帶切家，要祝福切家平安快樂、順利得福。嗱，這樣嘅切家我要謙卑嘅心嚟聽主耶穌教出嘅真理，聽主耶穌嘅命令，唔無神嘅講，阿門。